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美股市場晚報。今日我哋聚焦於美國電動車與自動駕駛龍頭 Tesla， 股票代號 TSLA， 為大家送上最新公司背景、業務動態與投資分析。Tesla 成立於2003年，由 Elon Musk 等人共同創辦，總部目前設喺德州 Austin。公司核心業務包括電動車銷售、Model S、Model 3、Model X、Model Y 以及 Cybertruck 同埋 Semi 等，以及自動駕駛同 Robotaxi， 以 FSD Full Self-Driving 軟體為基礎，推動 Robotaxi 共享出行服務。截至6月28日收盤， Tesla 股價為323.63美元，當日小幅向下0.6%收跌。今個星期股價表現受 Robotaxi 試點發佈同市場對汽車銷量下降憂慮左右，上個禮拜波動較大。6月22號 Tesla 正式喺 Austin 啟動限量 Robotaxi 試營，試營期間定價為大約4.20美元，透過全功能自家 AI 晶片與攝影機取代拉達鐳射感測器路線，整體體驗平穩、安全、人性化，但亦都有超速、偏離車道等問題。分析師認為，若果成功量產 Robotaxi， 可為 Tesla 帶嚟龐大資本回報。投資策略建議方面，短線操作上，若果市場過度反映監管風險或者安全事件，可能導致股價回落，可以觀望至280至300美元區間，逢低買入。中長線配置上，若果 Tesla 能夠順利擴大 Robotaxi 規模至102以上，並達成成本優勢同法規合規，將大幅提升 EBITDA 同高毛利，配合分批進場，長期持有把握未來自動駕駛商機。總體上 ，Tesla 呢一次嘅 Robotaxi 嘗試代表 FSD 技術與共享出行方向嘅重大突破。儘管目前仍然喺度安全與監管調整階段，但若果順利推行，將可能成為未來公司營收與估值主要驅動力。然而短期仍然需留意市場對 Elon Musk 同 EV 銷售預期嘅疑慮。感謝收睇，我係你哋嘅財經節目主持麥美詩，下次見。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